来看南口的中基病院有一个急诊科的医师洪尚凯哦，伊伫以色列甲哈马斯战争爆发的时，人多好伫加沙走廊做无国界的医师，伊伫这个月初哦才离开战场，即马已经平安返来到台湾咯。今仔中基病院嘛表扬这医师伫战争中对病人的奉献，真正是真使人钦佩。 甲病院特别准备的猪脚面线食落，拄啊对战地返来台湾的中基病院急诊医师洪尚凯，早伫咧做学生的时阵，就正认同无国界医师的理念。伫咧疫情转好了后，随伫今年7月前往加沙走廊参加医疗的服务，没想到10月初就拄到战争的威胁。那到后来，大家很习惯了，炸到周遭，你听到爆炸声，代表说你没有被炸到，那就只能很无奈的继续。 恢复到你原本的工作，所以在那20几天里面，空袭、爆炸声就是随时。当地的病院因为互人崩着，全部熄电暗面崩，医疗人员敢会当用手机的电话进行医疗处理。洪尚凯表示，伫战争的影响之下，一直送入来的患者，和医疗资源特别记载袂掉。没有电，没有干净的水，没有药物，没有干净的纱布。 我们在缝合小朋友的时候，局部的麻醉药都使用完了，就只能抓着，那尽可能的用大一点的针，那很快速的把它处理完。经过20多天战地救援了后，洪尚凯后来离开加沙走廊，返来到台湾。3个月外过的时间，3尾6公斤。不过，伊心肝内所想的，原来是当地救援组织的同事。我有几个同事，他们甚至还待在战火最严重的北部。 那这几天都断了通讯，我们也只能透过一些外媒、那一些新闻来得知。那很多的医院也持续的在被攻击的威胁中。洪尚凯透过记者会分享这段特殊的经历，嘛希望战争会当赶紧结束，让当地居民会当回去家园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